家己做的作品吼。天悲可怜，世人艰苦。天悲可怜，世人艰苦，断开求阮的路。找医生行求主耶稣，讲世体人受苦。愿眼光归天父上帝，尊贵永远不退。稳定福气欢喜平安，归地救人中间。稍等一下，我嘴音提起来，无拢看袂到，无拢雾看袂到。咱第一节吼，过来唱一解，因为大家毋捌唱过吼。天悲可怜，世人艰苦，断开求阮的路。找医生行求主耶稣，讲世体人受苦。愿眼光归天父上帝，尊贵永远不退。稳定福气欢喜平安，归地救人中间。咱来吟第二节。不变真困求主耶稣，就是真理活路。勇敢去朝第一来行，到保养主的听。愿眼光归行北上帝，尊贵永远不退。稳定福气欢喜平安，归地救人中间。咱来吟第三节。世界混乱，民心无定，好了福音真声，踏着奋起谦卑顺服，兴起上帝国。愿眼甲归圣父上帝，尊贵永远不退。稳定福气欢喜平安，归地救人中间。接下来咱来吟70首。中天主领世界，全地行一群马，大家为主必办所在，有着万有尊重，有着万有尊重，有着万有尊重。第7，全地欢喜。求主掌管，世人拢着唱歌，产业刚好，山岭变弯，欢喜的声无山，欢喜的声无山，欢喜的声无山。第3节，最后必上。不过是团，是被一切争得，
做伙来祈祷。听堂的天父，阮今仔日住伫遮，要做伙来纪念主你的诞生。2000年前，主你放弃你尊贵的身份，道成肉身来到阮的中间，为着要拯救阮。主啊，若是毋是你拣选了阮实在无法度今仔日伫即个所在，成做你的家庭的一份子。阮伫即个季节来纪念你的诞生，纪念你的救恩。阮伫遮来感恩，求你保守阮，继续赐福阮。阮将今仔日的崇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，阿门。为安尼，主本心要互恁一个兆头，看有在世女要怀孕生囝，家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咱三角吟圣诗65首，天父可怜世人艰苦。就是我你我拢。
天福气欢喜平安，规地主人中间，世界混乱，民生无定，无了福音真声，定着运气，谦卑顺服，行其中的果，愿应更归圣白上帝，尊贵永远无替，稳定福气欢喜平安，规地主人中间。请咱犹原徛伫，用主教的时，咱的祈祷文三个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伫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信仰告别，咱用使徒信经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请坐。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。阮来朝见你，救赎阮的主，阮一切瓦靠所羡慕救主。为着可怜阮，你降生要来做，阮一切跨路，求你来透放。今年2020年，阮心中有侪跨路，对年初的选举到年头到年尾，阮受到疫情的拖磨，全球经济的衰退。侪活动受到限制，阮的教会嘛捌停止礼拜堂的礼拜。阮越头看今年，阮心内吐气，阮忧愁。总是圣诞节带予阮大好的消息，是众人拢有份的好消息，比着大奖搁较好，比肺炎的疫苗的成功搁较互人欢喜。就是救赎阮的主已经降生。伊用宝宝咧困伫马座，一来要改变这个世间，将阳光归伫上帝，将地上的和平赏赐予阮，阮即时特别需要。感谢你，你是空间、时间的主，你对阮人的计划，你对阮人的历史有完美的计划。阮所想所行每一天的生活，阮的一生伫你的列意中间。阮不时受到恩典，阮看到马座内底的主，阮一切透放，至即嘛，阮一切看路对即嘛拢要来透放。即是阮伫遮因死学老主的降生，阮嘛愿全能的主，搁一摆降生伫阮的心内，搁一摆成做阮生命的主宰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，阿门。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
的声。咱即是要来学乐，咱今仔日咱特别吼，以前是圣歌队，今仔日是咱的小诗班，啊因即摆要临时休息吼，伫第周部的第6班。吼，这是咱第一摆是圣诞节吼，用即摆的方式吼，咱大家来斟酌甲听看卖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圣诞快乐！感谢上帝保守甲带领，当全世界拢因为疫情感觉足惊吓的时阵，今早起咱当三甲组织伫遮做伙来庆祝圣诞礼拜，是何等美妙的问题。即摆要邀请大家来做伙演讲，迄个发生伫2000多年前上水充满光芒的故事，来请大家做伙起立，来吟新圣诗59首，是写乡人安然地困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故事有点特别。他说有个婴孩来到世界，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。圣诞节，揭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生到这世上，带来盼望和平安。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就算我们不完美，他也能代替一切。全世界。全世界为了这一天，送着礼物，写着卡片，这是许多人心里一个结。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。圣诞节，揭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圣诞节，揭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圣诞节，揭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感谢上帝听，伊听咱，互咱会三甲三听。上帝要将这上好的礼物互大家，咱来用欢喜的时光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有圣诞节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，小小马槽里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，献上他自己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有圣诞节，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。所以唱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你看他呀，不必风霜年都多
咱的上帝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，小小马槽里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，献上他自己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永生难见，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。所以当明明亮，明明亮，人生都闪亮。你看他呀，不比风上面容多么慈祥。明亮，明明亮，人生都闪亮。带给我们感恩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明亮，明明亮，人生都闪亮。你看他呀，不比风上面容多么慈祥。明明亮，明明亮，人生都闪亮。带给我们感恩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带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感谢上帝听，咱来用台语的诗歌，快乐快乐，我来敬拜。快乐快乐，我来敬拜，因要上帝大平安，心心欢喜到主面前，也头仰望心更明，悲伤忧愁求主挂山，也以后安无大望，愿望快乐弯到来临，灿烂更明的欢喜。你我心情散了影响，一切好了主信仰，兄弟主爱同一心灵，求主擦掉天空灰，现在不断地永结，进入魂到黑灵心，一路挂上漂亮梦魇，抓满离开算明星。快乐快乐，我来敬拜，因要上帝大平安，心情欢喜到主面前，也头仰望心更明，悲伤忧愁求主挂山，也以后安无大望，愿望快乐弯到来临，灿烂更明的欢喜。大家请坐。多谢小师班的后师。咱首个来读圣经，圣经有两位，第一位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
18节到25节。马太福音第1章第18节。耶稣基督的出世记伫下底，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，还未娶过门，就对圣神有信任。伊的丈夫约瑟是义的人，毋爱显然办伊，按算要暗情血亲。咧想的时，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，讲：代必咧互的约瑟啊！无得惊，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，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。伊要生囝，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，脱出因的罪恶。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，你看，在昔日要生孕出生囝。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，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。约瑟困醒起来，照主的天使所命令去行，带伊的某过门，无甲伊共房。到伊生囝，就叫伊的名做耶稣。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5节。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，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，眠时收耕，顾因的羊群。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为了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庇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，学了上帝讲，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，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。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，各有的三角讲：咱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报咱知的。咱圣经读到遮，也讲道，咱请咱的张牧师来为咱讲道。请同心做伙来祈祷。是天父上帝，阮今仔日对四面八方来聚集，伫上帝名所设立的圣殿，阮要伫遮来看所成的事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即个圣诞节的时，是你的疼吸引阮，逐个人阮伫即个所在要来敬拜，要来感谢。要来学乐，因为即个婴仔的降生，才互阮成做一个有愿望的人。主伫即个世间，阮经过侪代志，阮家己看阮家己的心内一片的黑暗。阮真爱做好，总是阮真侪时阵无能力去行迄个好。阮嘛知影即个是无好，是歹的。若是阮心中的律，定定吸引阮。去做迄个阮明知影是毋好的代志。主啊，亲像保罗所讲，靠啊，我会做人。若是主耶稣基督偷帮阮伫即个罪恶的捆绑的中间，你甲阮讲，最代价就是死。阮会伫有一天，阮逐个人肉体拢会衰败，拢会死亡。若是在伫主耶稣基督，你赏赐阮的是永远的活命。阮的罪。即个婴仔已经伫十字架顶替阮付出，阮凭着信心接纳上帝你的救恩，就要成做上帝你的囝儿。当阮一天即个世间过了，阮到上帝你的国度，阮要伫迄个所在来看见阮的创造主。这一切
拢是因为有圣诞节，拢是因为有主耶稣你的降生。主啊，阮全世界咧庆祝即个日子的时，互阮亲戚来反省，这毋是别人的圣诞节，望这是我的圣诞节。主，你诞生伫我的心内，来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互我成做上帝你的囝儿。今日阮伫遮来看你为着阮所成的事，愿人有限的言语甲传达，上帝你奥妙的真理伫圣神的感动下面，你亲身对阮讲话，同心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想咱已经知影，大概一两礼拜前 ，Time 用即个做伊的封面，我即个无大人控制的，是毋是？你替我控制啦吼。下面一句话讲，这是历史以来。2020是上糟糕的一年。拜托我，确实啦吼，我想我毋知你有同意即个《Time》杂志所讲的。伫年初时无人想会到，事实上叫 COVID-19 是2019年的年尾就已经开始啊。总是咱毋知影讲从哪里来。今仔日会造成对全球遮尔大的影响。咱侪时阵想讲，咱以前迄个SARS的时阵一两个月就无去啊，所以无拍算到今仔日，咱还阁伫即个 COVID-19 即个病毒的威胁下面。上新的资料大概7000万人，我想到完全截止可能要有1亿个人会感染。100几万人已经为着即个代志丧失性命。咱拢经验过以前咱想袂到的代志。以前咱来做礼拜，咱感觉这真平常啊。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咱会通伫遮来敬拜。咱袂想讲今仔日差不多全世界，我相信80%的人因无法度通伫教会来敬拜、来学乐。今仔日咱会通伫即个所在来敬拜，因为 COVID-19 互咱知，即个是一个问题。侪时阵，咱感觉经济，我去餐厅食饭是真自然的，台湾是真自然。今仔日伫美国，即个是一个真互带伫全世界各所在人真欣羡的代志。侪行业为着 COVID-19 都爱关，都爱倒闭、失业。真正，亲像伫西方的世界，因的人较袂晓拄贴储蓄，所以因伫迄个银行的存款敢若会通挡1个月、2个月，即摆已经1年啊，所以侪人真正无饭通食啦，毋知影迄个后一顿要伫什物所在，咱自由受限制。医疗资源伫2020年破病，咱中间足侪医疗人员。我想有牺牲足侪其他的病症，有个人爱去做迄个癌症的治疗，因为这 COVID-19 因拢延后啦，等等，所引起的代志非常的多，真侪其他的病患伊的权益受牺牲，特别到伫咱看见美国总统的大选，到今仔日还阁毋是真清楚，到伫台湾即个咱一直咧面对中国的威胁。下一张，会通甲。所以到今仔日，咱拢还阁活伫即个惊吓的中间。事实上，我相信，不管是伫咱中间即个少年的10几岁囡仔，也是已经80岁、90岁，你会发现，你的一生中间充满了惊吓。咱最近有真侪婴仔出世。我会记得以前我的囡仔出世的时阵，第一个甲抱起来的时阵，皮皮喘，手本来安尼拳头握得很紧，用惊吓的姿势来到这个世间。
咱伫幼稚园要开学的时阵吼，老师非常会歹做，哭甲遐囡仔拢毋敢要来学读幼稚园。第一天一礼拜过2礼拜过1个月过，大概才会通适应。遮囡仔对伫莫讲囡仔啦，今仔日咱去一个真生疏的环境，咱嘛充满了惊吓。我会拄着什么人，我会拄着什么代志。青少年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我交朋友会互拒绝袂，我伫学校会互霸凌袂，像咱昨昏演话剧安尼，因为我表现了比别人较歹，就被排斥。有足侪压力，到你壮年，你对家庭的责任，你对家己身体的状态，到老年的时阵，特别咱食老了后，有足侪代志。哇，即个也着癌，迄个也着癌，我敢会失智，我敢会安那？然后有一天，我会单独去面对死亡。这些拢是咱生命的主题，惊吓，逐项代志真惊吓。特别是你望安尼，你预计的安尼，总是无照你的所期待的，不可抗力的这个因素太多了。环境毋是咱有法度通控制。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毋知影。虽然咱即马真期待即个疫苗已经出来，开始咧做啊，咱拢抱一个望到明年的4月以后，咱会通自由，会通解封各方面疫苗，总是无人知影。最近有听美国遐来的消息，有侪人讲疫苗特别因为急于推出，所以袂通。像以前3期的试验几万人，有人咧讲较少年，你若讲也要生产，最好爱等一困啦，因为即个疫苗对咱的后一代会造成什么影响，目前也无人知影。所以足侪代志，互咱真惊吓，你惊吓到毋知影要安怎来面对即个代志。下一章，其实。今仔日，我咧准备即个讲道的时阵，咱真少甲圣诞节甲惊吓连做伙想。圣诞足欢喜嘛，足快乐咧。我要甲厝里人食饭，我要互相送礼物，拢是为充满了欢乐气氛。所以事实上，你注意甲看圣经，所有圣经的人物，圣诞故事内底的人，拢是为惊吓开始的。天使去甲玛利亚讲的时阵，玛利亚惊一个讲，这哪会通发生伫我的身上？伊去甲约瑟讲的时阵，约瑟讲，我都还袂结婚咧。伫迄种2000年前，迄种保守犹太人的社会，未婚怀孕，我都爱面对偌侪压力，我都爱有偌侪人看我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玛利亚未婚怀孕迄种。虽然是性情怀孕，总是啥物人知影？我要安怎甲人解说？迄个担心害怕，我想是咱会通小可想象会知影。各样的人嘛惊吓。咱顶礼拜忽然间一个地动，咱的环境小可变化，甲你地动30秒，你就惊到要死啊！即个牧羊人伫迄个所在，暗时忽然间大光，环境忽然间变化。圣经讲，各样的人大惊。这毋是我预料的，这毋是我所期待。迄听见迄个出来要做以色列的王的人，犹太人的王的时阵，伊嘛惊。我即个一定会影响我的权力。即将来我要安怎？我的既得利益会受到影响。伊嘛惊我的地位将来会变化。耶路撒冷的百姓，甲咱今仔日在台湾的百姓共款，咱惊政权无稳定，咱惊中国拍过来，稳定就好啊嘛。即马台湾人拢咧讲维持现状最好，就拢卖迄落，小可有变化，不要去挑衅，也是讲不要怎么样，因为咱惊，我真适应即个环境。所有圣诞的人物拢是对惊开始。你甲看每一句话，拢是讲无得惊啦。上帝予咱安慰，无得惊。你规本的圣经甲看起来，伫福音故事内底，主要所国话了后，第一句话甲学生讲无得惊。我为世人中国话，因为伊知影惊是人，
是咱人类的主题，咱生命的主题。总是今仔日咱做上帝囝儿上大的福气，就是得到即个应允，得到即个保障，无得惊，因为以马内利甲你三甲伫咧。下一章，咱来看见圣诞节也有真侪，互咱通好来想的。顶咧一两礼拜前，咱就讲，即个东方的博士，因看见天有异象，看见迄粒星，因就开始咧吹。因心内假设讲，我去要即个星代表犹太人的王，是甲伊无共种族的，是无共款的人。一个王要出世，就有一粒星，这是天有异象，所以因要找迄个犹太人的王。希律嘛听见即个消息了，伊咧找我的潜在威胁在哪里？咱有时嘛安尼，今仔日我伫即个所在，我潜在威胁在哪里？这些文书咧找迄个愿望，犹太人一直咧愿望迄个弥赛亚会出世，会通诚做以色列的安慰，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咧找弥赛亚到底伫什么所在出世？特别如果咱读圣经的时阵，甲咱家己读入去，毋望咱特别去注意玛利亚这个角色。约瑟甲玛利亚，因一世人毋知影上帝为什么你拣选我来做你的器具。上帝你的旨意，怎样要借着我的性命来显明出来？所以玛利亚一世人一生拢咧思索这个代志。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嘛是安尼，上帝你互我诚做张某某，你带我经过遮尔人生的道路，到今仔日这个所在，到底有啥物意义爱显明出来？今仔咱逐个人拢是安尼咧找。今仔咱所读的圣经，各样的人，因听天使安尼讲，因毋是安尼着接受，因彼此讲。咱来证明天使所讲的是毋是真正是事实。所以因虽然伫旷野伫遐咧讲样，因讲啊，伫伯利恒啊无照天使所指示，咱来到伯利恒看所成的事，看上帝已经完成有一个婴仔真正用布包，佮倒伫马槽，即个是真特别的一个记号。阮去遐会通找到迄，如果我若找到，就证明上帝所讲的是事实。因伫遐要证明上帝已经成就的事。今仔你甲我咱来坐伫即个所在咧敬拜上帝，毋望你嘛抱着即个心，我要来看上帝伫圣经内底甲咱讲，伊已经成就的事到底是啥物？下一章，是咱有真侪，就是一生的中间，咱咧追找，咱咧追找咱的学位也好。伫社会职位也好，咧追找别人对咱的肯定也好，也是咧追找讲我财富会通搁较自由来应用，有时咱咧追找意义。所以伫圣经内底圣诞故事在追找中间，咱会通看见，因追找拢有得到淡薄的结果，总是知影即个真相了后，反应真无共。这是甲文书在研究先知册、研究旧约非常精通的这专家，因敢若享受迄种象牙塔里面的成就感。学术上，我真清楚，迄个比赛将来伫伯利恒出世，我有找着，安尼就好啊。伊也无进一步去追找迄个后壁意义，也是真正真期待迄个比赛对我生命的影响。所以这些文书因到一个程度，安尼就满足啊，因就无搁继续去看所成就的事。总是东方的博士都无共，因本来咧找犹太人的王，最后找到的时阵，圣经讲因找到基督，因就拜伊诚做因的主。圣经讲因欢喜到袂顾的，一个外邦人，一个学者，到找到。迄粒星的意义，毋是犹太人的王尔，也是我的主的时阵，圣经讲因欢喜到袂顾的。当然，希律伊找着了后，伊知影了后，伊认为讲即个潜在威胁，我都爱甲拄伫。所以，伊无找着啦，
总是伊知影大概伫迄个所在，伊就迁怒，啊，就派人去甲2岁以下的查甫婴，甲伊杀死。所以对一个代志，咱会有无共款的反应。啊，下一章。今仔日咱读到路加2章15节，总是17节到20节，咱也会通看玛利亚甲即个各样的人因的反应。路加2章17节，伊讲因看了，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事报人知。听见的人拢奇怪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，独玛利亚将这个话记条条。心内常常在想，然后各样的倒去，为着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，来归荣光俄罗上帝。所以他说安尼讲，玛利亚终其一生，伊到十字架下骹看耶稣伫遐受苦，伊嘛也毋知影这到底甚物款的意义。伊毋是真明白，总是伊真顺服，啊，定用心去思考即个代志。即个也是咱做上帝囝儿，虽然你所拄着的代志你无明白，为什么上帝你着着癌？为什么我拄着即个死失的代志？为什么我拄着即种条件？为什么互人冤枉等等？检查你即个时阵无明白，无一定你一世人拢无明白。总是咱藏伫心内常常想，也互迄个代志背后较积极的意义会通显现出来。各样的人对天使甲因报了后。因讲，咱来去伯利恒看所见的事，伫遐求证，然后确认了，伊甲玛利亚讲，有天使甲阮报，所以阮来敬拜伊，来找即个婴仔。玛利亚对各样的人听到了后，心内嘛感觉真奇怪，即个婴仔哪会遮特别？上帝甚至找即个生疏的人，即个各样的人来到遮来拜伊。所以对玛利亚咧抚养耶稣大汉，我想也有真大的即个影响。啊，即个各样人确认了后，因开始去报扬，将婴仔的事，将我伫旷野看见天使所吟的诗歌，报人知影。然后为着我一生的中间有参与着圣诞，来感谢甲学乐。来下一章，兄弟姊妹，我想今仔日你来到遮，当然真侪人为着圣诞节。有的人讲一世人美国人敢若装饰，甲圣诞节会去教会尔。一个活动，一个事件，全世界人咧庆祝圣诞节。咱讲外行的是看闹热啦吼，哦，咱新北市什么耶诞城啦吼，电灯啦，真闹热啦。外行的人看闹热，内行的人看门道。到底这个圣诞节？对我有啥物意义？耶稣捌甲学生讲，恁出去要看啥物？咱去看真水的圣诞彩灯，咱去看圣诞树骹的礼物。你要看啥物代志，你就去迄个所在。教会今仔日也不要太商业化，到变做讲咱敢若办闹热。伫即个闹热的背后。到底对我有啥物意义？所以毋通互2020年的圣诞节浪费去。今仔日咱伫即个所在，你抱着啥物期待？圣歌队真水啊，小诗班真好的演唱，当然这真重要。总是迄毋是重点，重点就是圣诞节是我的圣诞节，也毋是。下一章。兄弟姊妹，人生你可能还阁拄着，互你会真侪通惊的代志。上帝讲无得惊，伊妈来哩。你毋惊互拒绝，你毋免惊讲我已经老啊，行动真不便。你毋免惊我爱面对肉体的死亡，因为即个婴仔，伫咱有生之年，上帝已经赏赐互咱，伊甲咱三甲一个。今仔日若会通，互耶稣基督降生伫你的心内，即个今年的圣诞节对你才有意义。好，再下一章。即个婴仔甲你有真深的关系，除了陪伴咱即个人生以外，一个上重要就是永生啦，永活。
约翰一书5章第10节到13节，我截录2段吼。这上帝予咱的应允，信上帝囝的人，伫本身有即个干净。迄个干净是甚物呢？就是上帝已经将应许予咱，也即个话是伫伊的囝。咱要得到应许，通过主耶稣基督，有伊的囝就有话，无有上帝的囝就无有话。我写这个，互恁信上帝的囝的名的，要互恁知，恁有应许。这就圣诞节，毋是干那陪伴咱即个人生，也互咱伫上帝面前有迄个永远的画面。下一章，这也是咱伫约翰3章16节上爱。你注意看伊头前到后壁，既若信的人，伫伊有应许。上帝将伊独生囝赏赐世间，互既若信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应许。伊听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，伊来毋是要审判，总是第2届来就是要审判。即届来圣诞节是要互世间对伊来得到救，互你得到救。所以救主耶稣，请你今仔日降生伫你甲我的心内。下一章。咱今日享受一个小诗班带领，有真侪真好听的圣诞歌，有真欢喜、真热烈的时刻。因为这确实是值得咱庆祝、娱乐甲宣扬的时阵。总是毋茫咱接受迄个上重要的礼物，就是耶稣基督出世伫你的心内。我今日用这个圣经在，我们在下一章最后，伫这个年尾的时阵。伫年尾时，祝福咱大家，无搁行伫黑暗。昨圣歌队咧唱歌的时，小可有一点状况，恁可能无啥知影。我看圣歌队的迄个LINE群组伫遐咧写，秋心老师讲，迄打灯光伤慢啦吼。本来杨嘉伦唱了后，应该都爱电火啊，无因拢提破拢看无啊，暗时迄灯光伫个身上。秋心老师讲，迄是毋是迄条歌行伫黑暗的人要看见大光？确实后摆转看起来，昨圣歌队唱了真好听。毋茫你如果也行伫黑暗的中间，你感觉四周围我的人生敢若无看见毋茫？毋茫今仔日即个圣诞节，会通互你看见光。用最后即个圣经节吼，来做咱今仔日的金句吼。即个是记载伫提摩太前书1章15节，咱来读看觅吼。有一句话通信吼，毋是通信吼，这台湾话咱就爱读下。有一句话通信、通交成接纳的，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，要救有罪的人。提摩太前书1章15节。有一句话通信、通交成来接纳，耶稣为着你甲我的罪来降临伫即个世间，望咱接受上帝救恩，做伙来祈祷。因为你知影，阮的软弱、确实惊吓不安，充满伫阮人生逐个阶段，对婴仔出世到阮临终的时刻，阮定定咧惊人、惊死、惊受拒绝，有侪代志，互阮感觉阮毋知要安怎做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圣诞互阮上大的一个保证，就是无得惊。你毋是孤单咧行人生的道路，伊玛瑞利，上帝甲咱三甲伫咧，面对一切艰难甲困苦，虽然有时所拄着的事，阮无一定明白迄个意义。若是恳求主你将这个事，互阮学习玛利亚记牢伫心内，时常去想伊，也知影上帝你是阮性命的主宰，你是人类的主宰，你咧掌管一切，愿顺服来跟缀你，接受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，来成做阮的帮衬，成做阮至好的朋友，阮就无白白浪费阮的人生，搁较重要。恳求你2020年的圣诞节，无互我白白来浪费，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再对一下那个声音，那个弹电吉他、鼓、keyboard 都有。好，兄弟姊妹平安。伫这个大欢喜的大日子，咱搁一摆起立，咱来敬拜咱的耶稣基督。咱做伙来拍谱啊！着伫山顶传播，跨过山岭到达所在。着伫山顶传播，耶稣基督出世。当我正面是受敬，照顾因的忧困，忽然看见对天顶，才来信心的歌。着伫山顶传播，跨过山岭到达所在。着伫山顶传播，耶稣基督出世。着伫山顶传播，跨过山岭到达所在。着伫山顶传播，耶稣基督出世。伫卑微的马槽里，耶稣强逼出世。上帝使人救世主，伫圣诞早起时。着伫山顶传播，跨过山岭到达所在。着伫山顶传播，耶稣基督出世。耶稣的出世是上帝赐阮上大的礼物，透过歌声，咱来归因讲互这个新生王。就听天西地音讲，归因讲的新生王，地主和平人受恩，上帝做人高清君，世间大国着分起，参加的君来欢喜，着甲天西到生命，基督讲生命里面，着听天西地因光，归因讲的新生王。路平安的君王，你是正义着尊重，更明我命伊所属，平安伊的龙。放三因更真表皮，出世我人无过失，出世个性真惊人。出世互人顶头时，着听天西地因讲，归因讲的新生王。咱搁一摆来拍谱啊！咱来学落咱的摇花。天西的歌声对天来。天西歌声对天来，关山回应滔天海，美妙声音真响亮，好听高洁遍地响。落主应更只管上帝。
所多心意，为路敬拜当尊重，伊都最难先寻哦。咱要用一个非常欢喜的心来学乐咱的天父，搁一摆来宣扬耶稣基督出世的好消息。当着伫山顶传播，跨过山岭到达所在，当着伫山顶传播耶稣基督出世。耶稣基督出世，耶稣基督出世。会众请坐，咱即马三个鸭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多谢你授赐你的都是圣囝来到这个世间，成做咱的救主。主啊，你的听是遐尼的温暖，总是阮人是软者的，伫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定定会对你无信心，袂记你信靠你。但是主啊，阮知你的灵伫遮，你会带阮到伫清水的草坡甲安静的水边，你会推你的拐会安慰阮，当阮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伫对峙的面前。你都会甲阮同在，主啊，感谢你，真做阮的牧者。阮即马要搁一摆邀请你来到阮中间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拥有高了我的头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福杯满溢。我一生
一世，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拥有高了我的头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福杯满溢。我一生慈爱跟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。最后一次，我们一起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一起唱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。我们一起把所有的困难、所有的重担，一起交给我们的主耶稣。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筵席，你拥有高了我的头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，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是的，主。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主啊，你会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心。在这个动荡的2020，不管是受到疫情的侵扰，不管是受到世界局势的动荡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深深的不安，都为明天感到彷徨，都为未来感到没有盼望。主啊，请你与我们同行，让我们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，都可以放下昨天、上个礼拜、上个月，甚至是这一整年来的重担。主啊，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的心。最后一次，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，主耶稣，愿你来。主耶稣，愿你来，永住在我心，平安喜乐生命。永与我同
现在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，希望大家用心来感受他。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是带给我们盼望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的归属。主啊，希望你今天可以亲自安慰来到这个教堂敬拜你的人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像家的温暖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。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唱出我们的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。现在我希望大家把眼睛闭上，我们用心的感受，把这一年来的重担我们都丢给耶稣，让他可以保守我们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。最后一次，我们一起大声的唱出来，把我们的感情，把我们的相信一起唱给上帝听。永恒爱的家，如果可以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记醒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灰熊瞎贼。喂，真多谢咱的小诗班吼，因两场用真好的歌声来带咱圣诞节敬拜。即马奉献吼，咱请调风技术甲真啊技术。
请坐。报告啊，教会消息吼，今仔日欢迎咱大家做伙来敬拜主。今日咱头前有点4支蜡烛吼，代表希望、信心、喜乐甲仁爱。中个蜡烛是代表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希望主耶稣基督嘛会当带伫咱的心中，互咱会当做咱心内的主。咱今日嘛特别真感谢咱的小诗班吼，用因出的信仰啊，用真侪时间练习啊，伫今仔日带领大家做真好的敬拜吼，咱甲鼓励一下吼。第二项，咱今仔日教会有准备圣诞歌，要送互每一位兄弟。啊，咱礼拜后咱伫大厅会当分发。另外，咱若无摕到日期的兄弟，嘛会当吼甲服务人员来摕吼，每一号是1份。第三，少年团契今仔日中昼伫一龙餐厅要举行年会甲聚餐，请咱要参加的会友吼会当家己参加。啊，第四项，咱教会今年的圣诞红有认购吼，咱今仔日礼拜刷吼会当照你认购的数量，咱会当家己拣吼，家己下登去。啊，真感谢大家当参加即摆的活动。第五，第一季的事工预定表，咱明年1月到3月的事工预定表，请咱各团契伫12月22吼拜二进前会当交到办公室。第六项圣礼典，今年有最后一摆圣礼典吼是后礼拜12月27。若是有要接受洗礼、跟信礼，还是幼小的兄弟，请服务处知影吼。后礼拜早起9点半伫办公室的会议室，要召开小会问道理，请小会员参加。后主日，第7后主日是咱今年2020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咱服务组有为咱准备地点吼，咱后主日吼礼拜后会当做伙参加，啊，咱嘛当大家会记会当后礼拜会当挂名牌。啊，在务组的公告，咱的校巴。伫后礼拜以后要关校吼，12月27以后要关校。咱若是咱奉献要算伫今年，要摕到今年度的奉献证明吼，请咱爱伫12月27进前来奉献。啊嘛，若超过都爱算明年度的奉献吼。其他的交通吼，请咱为着一项代志代祷吼，咱的刘子福执事吼，伊的妈妈夏美伫张老娘伫12月15过身安息主怀。啊，伊个别礼拜伫12月28拜一吼，伫邦桥的殡仪馆，请咱为着子父执事的家庭来代祷。啊，今仔日牧师，请牧师来补充哦。今仔日咱中间有新来的人，请牧师介绍。啊，我先感谢咱小诗班吼，啊，以及昨咱的教会表现迄个圣诞赞美礼拜，对主日的献花，对长青乐活，大家团结啊。同心合力为一个真水的圣诞节，啊，非常的感谢吼，教会会通伫即个做伙完成一个真水的一个事奉，啊，甲大家多谢。啊，今仔日我来介绍咱，我无啥物资料啦吼，毋过有看到中信社啦吼，啊，胡忠信啊遐的太太吼，为美国回来都互关2礼拜，才出工安尼啊。中信社吼，啊。毋是甲伊互关尔，我看迄个迄个 Tiffany 迄个张大鹏的查某囝嘛，拄好互关出来尔吼，关2礼拜，还佫有互关出来无？所以阮为台湾回来，为美国回来足多吼，欢迎因大家倒转来一个自由的国度吼。我甲美国的回应讲，赶快投奔自由安尼。啊，咱中间毋知有我需要介绍的人无？真实的我无完全的迄个资料吼，啊，真欢迎啊，因为今日礼拜小有较长，毋过伫圣诞节，咱用迄个平安礼吼，咱做伙伫即个所在来，大家祝圣诞啊，新年恭喜吼，来咱用迄个平安礼吼。咱拢在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上帝行日。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正做神，因为耶稣的革命，因为耶稣咱有做我的英雄。
咱三个来吟圣诗70首，圣诗煞声牧师祝祷。受上帝祝福，伫至关的为阳光归伫至关的上帝，伫地上的和平归伫上帝所听的众百姓。愿恁得到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从，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，甲咱正大家三一个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